这个翅膀是不错，就是太贵了。师哥，能不能便宜点？我给你打个2折吧。2折？老板，这样，你这个翅膀好几百万，打2折我也买不起。没钱是吧？你等着，我再找对翅膀给你。这卖什么垃圾呢？我喜欢这个，不要了。真的？你喜欢的什么啊？就是特喜欢，我就要这个了啊！那先给你。行，走了。这样，2折买了个翅膀。这个是几个亿，真的？不过翅膀受损严重，大概是飞不起来了。啊，这骨骼温度上锁，而且还有灵力。我猜生前是一只吞噬过异火的魔兽。如果你想用它，就要受大罪。我呢，想办法把它用到你身体。行，那还等什么？赶紧做吧。好，不要抗拒，把它当做你的奸细，吸收到你的经脉里去。哭什么？你又在坟地炼气塔晕过去，我以为你死了。50快到了，怎么办？现在他现在怎么样了？让他再休息一会儿。今天不比了，行不行？哎，小俊啊，这可是萧炎先下的战术啊，我们都等着看呢。你说不比就不比啊？你倒是有情有义啊，可是话也得放开，我不能先说。如果你能打赢我，别说是地下修炼师，所有白帮的地方随你来去，怎么样？敢不敢呢？你不跟我打，我就打你的人。好，来生，我挑战你。萧炎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病了？要不今天取消吧？等病好了再说。没事的。认输吧。我呢，想办法把它种到你身体，再用你的鲜血来滋养它。吸呀吸呀吸，吸饱了之后有一天叭的长出来。这个过程会异常痛苦，犹如凤凰刺骨，涅槃重生。但只要能熬过去，你将会脱胎换骨。